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呢在的是台南市的佳里区，沿着台19的旁边，您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萧陇文化园区。这个园区呢，早期是希腊雅人讲的萧陇色。1906年，日本在这边设了一个台湾第一个糖厂，之后成为佳里糖厂。然后在2003年开始，我们的文化局把这里变成一个大家喜欢的美丽文化园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文化局的专门委员陈修成陈委员给我们做介绍。陈委员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陈专委，我知道哈，我们这个文化局呢，在萧陇文化园区事实上是做了很多的心力。那你会跟我们的所有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园区它的整个历史呢？刚刚美霞老师有特别介绍，这里1906年其实是日本人设立一个萧陇糖厂。对。那经过那么多年的一个演变，其实后来我们都知道佳里糖厂已经收掉哈。对。所以留下这萧陇14仓的一个仓库区。对。那文化局其实一直很致力，希望能够把很多重要的文化资产可以保留下来。对。所以在2003年，我们开始成立筹备处，对，希望把这样一个制糖的一个工业遗址，把它好好保存下来，也希望用艺术的方式跟观众来做交流。所以2005年我们正式开园。然后整个萧陇文化园区就这样来开始形成。哦，了解。其实我们知道糖的历史也是台南经济呢很重要历史，也是台湾经济的主要的一个动脉。那所以呢，在这边留下的历史遗址是文化局很好的用心。可是陈专委，我记得我们每到这个地方了，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吃冰啦。对，这里的冰其实很好。糖厂的冰是真的一级赞。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我喜欢去它这里的铁道走一走，对不对？那您可以带我们去铁道来参观一下吗？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到铁道来参观一下喽。好。王老师，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萧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铁轨区。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铁轨的一个分布，因为后面有一个机关车的一个维修厂。然后那这边维修完之后，从这边分支出去，然后横挂整个佳里糖厂的一个范围。萧陇14仓整个仓库群有14栋，那是靠有这些糖铁的铁路来连接，然后总共有南北2个大的一个廊道。我想这整个园区，我们这个铁轨区，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多一个绿叶的布置跟艺术的一个装置。那这个部分大家看到很多，好像已经不像是以往的那一种糖厂的样子，或是铁轨的样子，好多了很多艺术家的一个装置艺术。因为从2013年开始，我们萧陇正式引进国际艺术家在这边驻村，对，那这个部分也变成目前我们萧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等于是国际的艺术家来这边艺术驻村，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国际化的艺术的平台，就对了。那这个部分从2013年开始来做，那从2013年到2019年，总共有1206位的艺术家提出申请。那这几年来有23个国家，总共120位艺术家在这边驻村，那创造出很多非常惊艳，然后让大家感到非常惊奇的一些作品，而且是以萧陇在地所采集的故事来作为创作的一个素材。我觉得这里其实很特别一点是说，虽然它是在佳里地区，可是每个人来这边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舞台，真的很多人是 surprise 的。没错，因为这些艺术家其实在这里生活，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1个月，那他们每天就在这附近去做采集，然后去做田调，然后最后把艺术作品创作出来，而且结合这一些仓库群，然后这些仓库里面有很特殊的一个氛围，所创造出来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跟我们一般在艺廊、在美术馆所看到的作品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其实是14仓就等于提供了非常好的展场，让这艺术家可以发挥了创作。其实我也有感觉啦，你看看这样的一条铁路哈。所以人家有一句话这样讲说，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我觉得在萧陇文化区，你看到了爱跟艺术，真的也像铁轨一样长，绵绵的走进我们所有台南市民的心里了。那其实我们要不要到下一个点去看看？它有一个地标，我们总得去把它拜见一下吧。好啊，好，那我们就去拜访我们的萧陇的地标。OK。我再跟汪老师介绍一个萧陇文化圈非常重要的地方。我想艺术既然是萧陇最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我想植根于未来，对儿童就应该做最好的一个艺术教育、美学教育。所以我们在2015年成立了萧陇儿童美术馆。对，我们希望说用无感体验的教育，让小孩子在欣赏中，然后把美感培养在心里面。我想这是植根未来，也希望
萧龙成为艺术创作跟植根未来一个重要的基地。我觉得这种国际级的展演，其实不仅是我们给艺术呢做一个好的植根，其实也教导我们市民在亲子活动里头，大家一起学习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呢，非常谢谢我们这个陈昭伟来为我们介绍这个萧龙文化园区。而且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在我们的萧龙儿童美术馆里面录制，欢迎各位一起观赏，敬请期待哦。带咱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想今天呢是一个我们制作亲子主题的单元。自从108课纲它上路了以后，许多的家长就把素养2个字当做一个最关键的主题，当然也是一个时时很担心，是不是在素养上没有做好，那我们的孩子会输在起跑点上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制作这个主题，邀请了一个很特别的团体。在2012年的时候，我开始呢在台南做了许多的文化活动。这时候呢，这10年来，我认识了一群很特殊的文化工作者，其中有一个团体让我深深的感动。从这个团体里头的孩子呢，你看到了第一个是自治，非常有效率，非常讲节奏，也非常的自动自发。然后呢，他们也是一个很自主又很自由的很好的 free mind。更重要是我发现孩子身上从他们多元学习以及国际观里头，我看到更多的自在。所以阅读的本身确实它的养成是可以造成我们今天素养2个字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实现的。我们先来看一看一段 VCR， 然后呢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团体吧。我是港明中学2年级的王伟勋。那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个我的故事，就是关于阅读工作坊。那我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阅读工作坊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姐比我大3岁，那她之前也参加了这个地方，那我就也跟着她来这边读书，亲子共读这样。那我想要讲一下我在阅读工作坊里面比较印象深刻的几个部分。那第一个是有一位校长，他当讲师，那来我们这边分享一本书，叫做《狼王梦》。那这本《狼王梦》它其实是在讲一匹母狼紫兰，它带着它的3只小狼，他想要让培养他的小狼成为狼群里面的霸主，就是一个狼王。但是在其中，他其实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他的几只小狼，最后呢也都因为各种的意外，然后死于非命。这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体会到，就是其实生物界是很残酷，其实人也是一样，人类的社会都是一样，就是会经历很多的挫折，然后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残酷，我们可能不容易去理解的。对。那其实第二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比较小的时候一场超马选手陈彦博他的演讲。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坚毅的人。那其实我那时候小时候看，我只觉得他就一直跑，非常厉害，而且他还在北极跑，在喜马拉雅山跑，那时候是非常危险，而且就是你光是连要站在那边都非常有困难的地方，但是他就在那边跑，每一步就是跑，想着下一步怎么跑，然后水泡继续跑，血泡继续跑，困难继续跑。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激愤，所以我其实后来就一直翻他的书，然后我也觉得他真的非常厉害。那后来也看到他在大赛上有很多成绩。那其实参加阅读工作坊，我有另外一个也非常大的收获。其实阅读跟写作其实是分不开的。那因为我们在阅读班，其实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偶尔会写个书的阅读心得，然后会写个学习单，然后让大家去发表。那其实这就让我的作文能力其实是有不错的进步。就是比如说我写东西不会再一直有很奇怪的字句出现，就是我会写得比较通顺，然后比较有想法，可以跟大家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可以像写故事一样把我的心情、把我的感受发表出来。其实这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那其实阅读班，因为它带的不只是室内课程，它其实有很多跟外界接触的活动，那就让我体会到也非常多。比如说主持演讲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我以前没有的体验，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看完这段影片，各位有发现伟勋所介绍的这个阅读工作坊，你是不是很期待要去了解一下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阅读工作坊的创办人，也是一位很好的美术教育的老师谢美玲谢老师到我们现场。大家好，我是谢美玲。那我另外来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工作坊的一位成员，也是北门农工
的老师王富全老师，她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大家好，我是王富全。那我想呢，美玲，因为呢，在这几年中呢，你们的孩子参与过我们很多台南市的文化活动，每一次都让很多人很惊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老师们破除万难，一定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好的阅读经验。因为许多我们观众、家长都在期待，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可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阅读建议。那我想请问一下美玲，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阅读读书会的这个工作坊呢？好。那我们非常谢谢美霞老师，还有台南爱读册的节目，非常慎重的邀请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一个采访。那其实我们接到这个采访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受宠若惊。那如果只有提阅读工作坊，其实不能够代表家里所有阅读的单位。那在家里呢，总共有12个阅读的读书会这个单位在这个地方，阅读工作坊只是其中的一个。那每一个都会因为这个领导者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阅读进行的方法。那我的部分是属于阅读工作坊，跟富全老师我们一起，就是带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在念书。那会接到这个采访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担心，因为我们其实只有一个很平淡、很平凡的要求，那个要求就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然后带着孩子来念书。其实我们也觉得很荣幸，你们终于克服了万难，还是愿意来上我们的节目了。那我其实呢，阅读的本身您怎么给他们开始做一些萌芽的一个养成呢？好 ，OK。那其实一开始阅读工作坊，当时我们有16个种子的老师。那最重要的是，温美玉老师她带领着我们，启蒙我们。那我们如果都是从家里一直到台南，然后我们觉得在交通的往返上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的妈妈自己带自己的孩子念书。那在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班当中，我们不可能像学校一样，你一直都是非常多的人数众多进来。那我们就精算了一下所有的人数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个班只要人数是在16个左右，我们不但可以把孩子照顾好，也不会增加这一些妈妈老师的负担。那我们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教学也是由家长来负责，那行政的部分也是由家长来负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言，那个名言就是做了再说，然后错了我们就修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push 下面，我们其实很努力在做我们一个爸爸或者妈妈或者是一个老师可以带领孩子在阅读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其实爸爸妈妈也是从阅读做中学，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共同成长的一个阶段。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非常的感恩，因为走过来的11年来，我们其实非常努力跟孩子一起学习，所以不是只有孩子在进步，是包括我们大人都一起在这个阅读的成长上面有所精进。对，有共好，而且呢能够共成，是真的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对。那我想其实对每个孩子来讲，这都是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举办的哪些的活动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好，我大概有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三国演义》的部分，等一下就由富全老师来讲，因为我们从古到今，其实我们读了一些古典文学，从古典出发。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怎么可能到一切都有可能，对，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些故事。那这个部分演播就由陈春莲老师他自己来讲述。我们下集的时候会请春莲老师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然后另外有一个是真相拼图，就是跟在地的文学作家陈兆仪老师。对，那这个部分也就是由吴淑芳老师他自己来阐述。我觉得这3位比较会符合我们的精神，因为其实阅读工作坊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用一个合作的精神，然后大家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工作这样子。那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叫做音乐的同乐会，大家都一直以为阅读其实可能就是打开一本文学的作品，对，可是不是。我们的小孩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认识一个音乐家，然后自己写曲目。然后把音乐也可以成为一个阅读最好的一本书，就对了。对，所以他们包括连曲目，然后包括所有的东西，他们都要自己去做整理。然后这个活动完了之后，我们真的就让他们在方圆美术馆成立了一个音乐发表会。了解。对，然后前面的观众就是家长，然后一起来参与，包括前置作业，那也结合这一个社区的地方的一个美术馆，然后我们把它带领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另外有一个活动叫做绘声绘影。那这个绘声绘影是我们要跟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叫淑梅老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一个分享跟观看电影的这一个活动。对，那因为不用电影票。哦，这么好，那孩子可以直接参与。没有，他们必须要写一份跟环保有关系的。哦，所以他必须要有个入门券，就是他必须要先对环保建立一个基础概念，然后再进入。我们觉得这样，对，我们觉得这样子才可以真正让孩子了解这个电影它到底要讲述的东西是什么，背后它其实要阐述的东西，其实跟环保的议题有相关系。那每一个孩子他们就会自己去找主题，然后自己去书写，然后还是一样，他们要用分组的活动，是小组一起去做进行。那再来有一个就是好山好水好蓝的天，那这个本子是我们让孩子化身成为记者，那他们也走向大自然去。对，是的。那哇，台南爱读册有一句名言，我觉得很了不起，叫做整座城市都是我的图书馆，这是我的信念。我们的其实阅读方式很另类，是，但是我们的足迹天南地北。了解。对，那这一本是直接杀到垦丁哦。然后因为当初带我们的这个作家叫阿德瓜，他要求一定要一个孩子一个家长，一个孩子一个家长，然后我们登山，然后去观察瀑布，而且这个瀑布现在应该是不在了，在风灾当中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就登顶。登到这一个叫做龟山，了解，很高顶的地方。对，阿德瓜就在那个地方举办他的签名会。哦，了解。然后在孩子他们在做成记者的状态之下，他们就会把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编列成册。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创作的小种子，我们走读台南。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走读台南所有的景点，然后我们回来创作。所以也让小孩子呢，借着这样，我看你的整个活动是非常多元的，也让他在地去做结合，然后当然也走出到整个台湾的版图，甚至走向于天地了。对对对。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多元的一个学习下，我想傅群老师应该有很深刻的感受。您既是学校老师，那您又是个2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其实阅读是非常的多元哈。那您当时选择这个阅读，还有为什么选择这个阅读工作坊，你当时的起因动机是什么？我想直接先从我们选择阅读这个区块开始讲起哈。我们经常告诉孩子，知识就是力量。那获取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阅读真的可以增长孩子的知识，阅读可以变化孩子的气质。重要的是，我发现能够跟书本对谈的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比较能够跟自己的心灵对谈，然后他可以关照生活，他可以行思他个人的生命。那阅读是一种习惯，从小养成这样子的习惯，能够在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能量之下，在他长大的时候化成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将是他一辈子带着走，而且可以让他受用无穷的能力。所以工作坊给了小孩子最好一个礼物就是让他去阅读，对不对？对。那当时工作坊这么多，你为什么选择是家里这个阅读工作坊呢？我还是得从几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是地缘关系，对，我是家里人，当然，当家里这个地区能够有为阅读而阅读的阅读班，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幸运的事。就地质疑哈，对。第二，如果就这一个阅读班来说，它真的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亲子共读团队。你会发现，每个孩子的阅读不是一个孩子的单打独斗，它是一个家庭的共读。所以大家分工合作，朝相同的理念一起前进。再来，这个地方有一群非常优秀的阅读团队。那这些老师们，其实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而且我觉得呢，这个团体很特别，它是非盈利。而且呢，他几乎是志工，所以呢，傅群本身也是一位志工了。我觉得是这样，为了孩子，为了许多跟您一样的有孩子的爸爸妈妈在做服务。所以我觉得我在你们的阅读中，我看到一个更特别，是你们很多元哦。那个多元性让我觉得说，你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孩子还有许多的 touch 的可能。比如说，你们邀请过我要读苏东坡古典啊。还要跟孔子玩 Facebook， 蛮科技的哈。还有呢，你们还希望能够青春的一首歌跟音乐是有关系了，甚至还要搞个夏令营，还要摆茶席。所以我想请傅群老师您谈一谈，那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的阅读经验？你们共好的阅读经验？我想介绍3次的阅读课。第一次是我们导读《论语》，然后呢认识孔子。
那导读《论语》、阅读孔子，当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因为当时候很流行读经班，那我们是家里阅读班，我们当然要跟上潮流。第二个，我们在做完导读之后，我们会迎接一场非常精彩的美霞老师的演讲。那美霞老师透过非常浅白的图文，告诉了孩子什么是儒家。儒家它既不是飞天超人的道家，它也不是强悍鞭子的法家。所以其实我当时是想让小孩子，爬个楼梯，15字一学，30而立，40而不惑，那个一直到了领间能够重新所谓不逾矩，就是儒家。小朋友马上懂了，哇，儒家就是慢慢进步，对不对？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小朋友哗然大笑是那只牛，对不对？我说很像周杰伦的牛，黑骨黑的是金家是农家的感觉了。所以呢，我想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简单的记录。你们非常勇敢啊，因为哲学很难讲啊，古典哲学更难讲。可是你们勇敢邀请我，当然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小孩可以进去了。然后我们觉得美霞老师给了我们2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开启了穿梭古今的大门。第一个，我们结合了新科技，然后呢，将这个老素材让孩子呢开始制作 FB，那孩子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乐趣。对。我们的第2把钥匙是我们结合了王艺佳老师的青春第2课，借由96个成功的案例，告诉小孩青春不留白，大胆追梦。对，了解，所以小孩也可以自己呢为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FB， 跟他做一种很好的联通，就对了。对。那其实呢，我想整个在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现在摆在桌上看到你们有很多很丰硕的成果。那么假设呢，我们的朋友呢对这样的阅读读书会呢有很好的理解的话，当然就可以去请教美玲老师啊。你们办的这些活动，所有点点滴滴都是血汗，都是笑容，当然也都是丰收了。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瓶颈，对不对？那您要跟我谈一谈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好。我们最大的瓶颈，我想我还是要先说明一下，其实我们一开始真的就是非常的平淡平凡，就是亲子一起读书，然后一起去把阅读这件事情做好。那我们也没有想过说会有这么多的人会想要踏入阅读这个行列里面来，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是碰到一群鬼灵精怪的小孩。那群鬼灵精怪的小孩一进入课堂，他就马上告诉我，小孩是最好的老师，对，真的，他就告诉我们。这我都会了哇！然后我记得那一堂课是付全老师的课，他马上就冲到楼下来跟我讲，他说他们都会我就说不会，他只是长得比较高大而已，讲话比较大声而已，你稳住，不用担心。对，所以你会从孩子的身上当中，你会看到有好多的点点滴滴是push你自己必须要再更前进，然后帮他们想出更好的点子，因为他们不是不愿意来，也不是不愿意阅读，那只是在想我们在点子上面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后来认真的观察的之下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赋予他们责任。对，你只要愿意给他们责任，你相信他是有能力做得到的，他们就会他们会越读越好，而且越读越深入。所以我们后来赋予给他们的舞台，请他们自己独立作业。对，可是，在书写的部分，那当然慢慢的，比如说像刚才有记者的部分。把他自己化身为记者，自己去做，好像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自己去诉诸于文字的部分都 OK。那再来就是有一个就是奖赏，老师刚才也有介绍我就是一个艺术的老师，所以我们做了2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是这个是台湾艺术，那这个台湾艺术就是孩子他们可以自己收集完之后，他不但熟读了这个台湾艺术的东西，然后他也在做一个奖赏的累计，完了之后我们会告诉他你想学什么，我们教你做什么。那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在北门农工，里面有非常多是食品加工科的老师，所以可以让他们我们就把这个资源犒赏一下。对，他就告诉我们，老师，我想学做巧克力。了解。对他们，你后来发觉他们要的不是文具用品，他们要的也不是一张贴纸，他们要的是我学会某些能力，某种能力，而那个能力可以让他犒赏自己。对，享悦自己，对，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我们其实碰到那个瓶颈的时候，我们就会永远相信小孩，你有那个能力可以承担，那你就可以做好这一件事情。那我想这也是美玲老师在参与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心得。那傅全呢？您在参与这个过程中，你的感想跟心得是什么？我想就是孩子跟我们重新认识，也重新定义了阅读。阅读打开了我们新的视野，从阅读班里面，我们认识了阅读真好。
其实呢，我记得西方有一句话讲说，在孩子的眼中呢，我们常会看到上帝。那么，因为呢，孩子的眼睛里面都是有光的孔子也讲说后生可畏。其实我在家里读书会参与的过程，还有跟你们小孩子一起呢，在那边做所谓的不管是夏令营啦，或者讲座的时候，或者是你讲座完了，过了2天，你拿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卡片，感谢跟犒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读书会真的是一个全人的素养。而素养呢，在阅读的过程之中，我相信这些妈妈老师们都带他们走上一条很像是爱丽丝的旅游仙踪里头的非常好的一个康庄大道。很感谢你们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美玲老师，谢谢老师，也谢谢傅雪老师，谢谢美霞老师。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